開心啊！有咩咁開心呢？我哋今次咧去泰國咧，哇！佢而家咧搞緊一個活動啊，就係咧由11月1號至到12月15號為止咧，只要咧你落機之後咧出示你一個護照同埋呢一個登機證，去翻佢嘅專屬櫃位嗰度咧，就有機會得到呢個 Amazing Bag 嘅禮物。哇！咁有啲咩呢？官方網站入面咧就好唔清晰嘅咁樣，你咧有機會可能得到咧嗱，我覺得靚嘅啦，譬如我講好嘛，佢咧有啲好似圍巾嘅嘢啦，跟住咧有啲帽啊，或者你有啲咩恐龍形狀嘅鎖匙有冇芒果乾啊？有芒果乾送啦咁樣，咁咧呢啲咧都可能咧唔係重點嚟嘅，因為咧佢話咧仲會有機會咧得到呢個100萬泰銖嘅旅遊禮券咁樣，咁但係咧佢個官方網站咧暫時咧就揾唔到嘅咧話係喺邊度可以消費或者係用喺啲咩地方嘅，所以我哋自己去攞啦。係咁，反正佢係免費嘅，係咪就攞咗先咯？同埋咧，我咧有睇到佢呢相咧，即係呢張相咧，啲禮品都幾靚嘅喎，係嘛？我想要個鎖匙扣，係咪打泰拳嗰個啊？係啊，好得意啊！呢個打泰拳呢個鎖匙扣好搞笑啊！咁啊反正都係免費嘅，大家去到咧千祈唔好錯過啊！而且唔使擔心，無論咧大家都會諗啦，我今次係去飛曼谷嘅新機場喎，定係舊機場喎？別鬧喎，新機場都唔使驚，咩都好，3個機場都有，新嘅、舊嘅同埋布吉機場都有份喎。咁大家如果係去泰國嘅話，千祈要留意，唔好錯過啊！咁你想知道我哋抽到啲咩嘅話咧，記得到時留意翻我哋去泰國嘅影片啊！我哋而家要準備執行李出發啦，係咁先。